今天来霍霍香葱肉松面包，好消息个个蓬松柔软，坏消息自己看吧。鸡蛋、牛奶、酵母、白糖混匀，高筋面粉、奶粉塞入，搅匀，上手揉搓，摔打折叠，冷藏1到2小时。水和后，换油、食盐揉进面团，转圈折叠，摔打折叠，面团表面光滑，扯出薄膜，喷油保湿，室温发酵到2倍大，出动不回缩，按压排气，均分8份，排气，转圈折叠，宽圆，排做好，松弛15分钟，准备葱花、火腿，擀成方形，抹沙拉酱、海苔肉松、火腿丁，底部打薄，收口捏紧，35度发酵1小时，刷鸡蛋液，撒芝麻，盖火腿，叠葱花。别问为什么没撒肉松，忘了，入炉修炼，烤箱要提前预热，满屋都是葱花肉松香，就问你馋不馋？凑近点我瞧瞧，全方位模特展示，依旧内馅加满，超级柔软细腻，好极了，先替你们尝尝，拜拜。